講起電動車，馬力大、反應快，確實好吸引。但以前一腳踩落去，速度平鋪直敘，冇咗傳統引擎嘅吼叫，又冇咗轉波嗰種波箱頓挫感，總係覺得少咗啲人車合一嘅魂魄。保時捷工程團隊就係明白車迷想要乜，特別研發出全新嘅 eShift 系統，用軟件定義新世代跑車，幫旗艦純電 Taycan 注入全然不同嘅操控感，揾翻嗰份最純粹嘅駕駛靈魂。呢套 eShift 嘅核心價值唔係單純為咗跑得更快，而係要搞掂你嘅駕駛感官。工程師喺控制電腦入邊編寫咗7個虛擬檔位，完美模擬 Porsche 最出名嘅8速 PDK 雙離合器波箱運作邏輯。當你拉動方向盤後面個轉波撥片嗰陣，系統會喺轉波嗰一瞬微微收一收扭力，再迅速恢復，做出好有節奏感嘅轉波衝擊感。同時儀表板個轉數會一路飆到7500，配合專屬聲浪，一次過喺視覺、聽覺同觸覺無縫重現傳統跑車嘅轉波反應。仲有呢套軟件仲可以同呢部車嘅硬體架構完美配合。大家都知 Taycan 後續本來就配備咗一組真實嘅2速波箱，保時捷工程團隊喺編程上展現出極高工藝，將虛擬2波轉3波嘅瞬間做到同後續嗰個真實機械波箱嘅轉波動作完全同步。呢種將虛擬數位互動同實體機械完美結合嘅手法，既保留咗傳統波箱嘅操控樂趣，又克服咗燃油車傳動嘅延遲缺陷，所以反應一定爽過傳統油車。聽覺體驗方面一樣做足功課。保時捷升級咗電動跑車嘅聲浪系統，結合虛擬轉速、車輛負載同即時車速，透過車內同車外喇叭輸出帶有強烈後驅特性嘅專屬聲浪。由開車嗰一刻開始，聲浪就隨住電門起伏，每腳踩落去都係全感官盛宴。操作亦好簡單，喺方向盤上撳個獨立開關就可以輕鬆開啟 eShift， 隨心切換全自動或者手動模式。當關閉系統嗰陣，撥片會自動變翻2段式動能回收調節。如果同時拉落兩邊撥片，仲可以觸發 Push to Pass 超越模式，真係極致娛樂性同日常實用機能兼備。保時捷今次推出嘅 eShift 技術，真係俾咗整個汽車業一個好有啟發性嘅答案。過往好多資深車迷對電動車敬而遠之，好大程度上就係少咗轉速爬升嘅節奏同轉波嗰種血脈沸騰嘅拉力感。保時捷最聰明嘅地方係冇盲目跟風去打造冷冰冰嘅數據怪獸，而係深深明白跑車嘅靈魂就係要人車合一嘅互動感受。透過演算法將傳統 PDK 嘅震撼注入純電心臟，打破燃油同純電之間嘅隔膜，等大家喺享受電動車瞬時大扭力嘅同時，重新揾翻嗰份久違嘅純粹駕馭樂趣。最近喺美國原石灘車展嗰邊，本田旗下嘅豪華性能品牌 Acura 又有新搞作。為咗慶祝品牌40週年，佢哋全球首發咗一部叫 Nixa Vision 嘅純種概念超跑。呢部車唔單止型到爆，最重要嘅係官方已經講明佢身上呢套全新嘅設計風格，好快就會率先套用喺下一代大改款嘅 RDX Hybrid 身上。預告緊佢哋未來幾年嘅車款會係點樣。呢部車外形方面真係極之誇張。成部車採用咗 Matte Titanium 啞光鈦金屬配色，成個車身又低又闊，車身比例非常好睇。最搶眼嘅一定係嗰對蝴蝶翼車門，開門嗰下真係霸氣十足。車身周圍仲有一堆主動式導流通道同主動尾翼，跑得快嗰陣提供超強嘅下壓力。再睇埋啲細節。佢配咗套22寸嘅單孔鎖定3維鍛造輪圈，入邊收住一套頂級 Brembo 碳陶瓷剎車系統，而且頭唇、尾、diffuser 同側裙都用晒鍛造碳纖維打造。最得意嘅咧係佢個幻影照明車燈技術，熄燈嗰陣咧，車燈好似融入咗車身咁，一開燈就會透出取材自品牌第一個字 A 字廠徽嘅銳利線條。呢個標誌性嘅燈影設計，好快就會喺新一代 RDX Hybrid 身上見到。車廂入面，佢將2張跑車凳直接黐死喺底盤結構上面，重心極低，反而係靠方向盤同腳踏前後調節去就翻駕駛者嘅身形。內籠除咗有黑白對比色同粉色點綴，仲用咗大量環保物料，好似回收 Alcantara 皮同再生真皮，既有超跑嘅戰鬥格，又兼顧到環保。好多時我哋睇概念車，可能只會覺得係得個睇字，但係今次 Nixa Vision 擺明係話俾大家聽 ，Acura 喺呢個大家都做緊無組化電車嘅年代，依然有自己嗰份熱血傲氣。
就算未來量產嘅 RDX Hybrid 唔會成部超跑咁出，但係只要將呢份線條張力同駕駛靈魂帶落去新車度，對一班中意揸車嘅朋友嚟講，都係絕對值得好好期待。你對今次兩單新聞又點睇？大家一齊留言傾傾。想知更多最新汽車資訊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哋 Car One HK。